远路点点行。又搁拍破家己坐台湾的记录，来到无熟悉的万里。逐摆要去较青云的所在，我拢会问邦先生：“你有去过无？”嘛顺续想一个过去，我家己有去过无？会安尼问，就是迄个所在，阮无做伙去过。较接行搭了后，阮汉日载车去佚佗。虽然参与活动爱定定坐巴士去集合，真忝头。毋过因为远路点点行，颠倒变做一款生活。讲起来，这款生活无意中嘛减一寡排碳量。林先生捌讲，甲行搭宣扬理念，接触人民，感动人民的工课，当作生活的一部分。每礼拜和志工老朋友见一摆面，做伙完成行搭工课，和去拍一场五女，啉一罐麦仔酒，其实是同款快乐的。即马咱每个月见2摆面尔，算起来是拍5节。看遮的路名、庄名：马术、古亭、石角、旧空、野柳，真正有来到外地的感觉。通常地名、路名是咱人物地理方位特征，甲人文历史的根本。伫咱的近代史，北有统治者用人名、外来的地名去替换，互咱豆豆仔袂记即上悬底的名所代表的意思，来毁坏人对即块土地的认捌。长久以来，确实有伊十足的效果。万里会当保持遮的名，无认为钟先生的影有够好运。鱼港的味真侪款，伫山区住久啊，遮的味闻起来真亲切，有海味、鱼仔味、臭草味、船仔味，拢淡淡做伙，是一款咧拍拼的味。啊，看着海啊，佮看着家人事，往向日抢的方向，正手边是海，倒手边是山。海上有一寡商船停伫遐，画面真恬静。倒手边的浅山，色水真青。古早一定有石虎伫遮生活，不的确，即马嘛有咧。只是林务局拢无甲经费开伫做调查，因为做调查毋是百姓目睭看会到的成绩，就会先互公部门放弃。毋过做调查是保育的基本工课啊。沿路的大石头有影水，伫海边的、伫山边的，也是互公路破开的，拢大甲真奇妙。行到东澳野柳，一栋建筑物传来 YMCA 的歌声。行较接近的时，原来是海洋世界。我毋捌去过遐，我无法度去看动物做表演，想着因住伫水池，毋是大海来受控制，就真无奈。天公伯啊，今仔对阮真好，要出大日头。若无，行伫海边的公路，恐惊会晒甲乌焦。头壳内忽然间跳去想着顺兄，伊已经对行搭的人生毕业，今仔日也是零工，袂阁有顺兄来做伙行搭。想着就脑更甜。这条迄日抢到金山的路，顺兄行过，有伊的脚跡。人的身体拢有使用期限，顺兄的身体袂当阁行降价收现固定的活动啊。伊的精神会陪阮行，行到希望有一天会迄天。讲到宪法，中华民国这4字，就会互一人真感冒。我敢就袂感冒。讲这套宪法，毋是咱的，甲咱台湾人无交叉。是啊，伊本来就是根据统治规个大中国的需要去设计的。足侪规定
都无可能适用伫咱小国台湾，所以咱爱找着方法，互伊真正甲咱无伫代。是讲护照，搁咧大纸一世界走啊！咱国内的根本大法，管他伊有迄世字无？问题是，咱人民若无摕到修改的权利，迄世字是要安怎等欣赏？毋知大家有想过无？咱所做的3项工课：保证公道法、修正选罢法、降低修宪互定，因有啥物共同的所在？想看觅咧，心肝头应该真紧就袂阁互迄世字地着啊！